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永信啊，so 相信大家都知道嗰個乜鬼嘢紀念之塔開放咗啦，sorry，追憶之塔啊，so 廢話唔多講啦，先嚟介紹第一層先。第一層基本唔使理氣啊，變基本上得個分離 X 之後空溜溜乜嘢都冇啊。so 由於之前我講過啦，可能係我嘅問題，又或者係我電腦嘅問題，又或者可能係我蠢嘅問題。我唔知點解我部 Model G 係都唔可以將個畫面射翻你電腦。OK， 呢個唔係我哋嘅深究嘅問題。我主號都可以將入嚟打嘅，反正我主號都過咗啦。我主號依家喺 3F 啊，亡命套嗰層啊，所以我都唔知道亡命套嗰層入邊有乜雞啊。so OK。由於有啲觀眾未親身打啦，又驚入邊究竟有幾大鑊啦。其實我可以同你講，基本上第一層同第二層，就算你屬性唔啱，你帶逆屬性入去，基本上都係冇可能會輸嘅。我連草技都冇機會啊！簡單啲嚟講係第10層我大致上喺巴哈網站見到有人 post 咗係。滿地都係魔法陣，同埋入邊係全暗嘅， so 係需要去睇睇究竟有幾大鑊啊！嗱，你睇求其咁割一割係都死噶啦 ，so 大致上係咁咯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追憶之塔第一層，基本上相信官方都唔會好人渣嘅咁。係既然紀念得呢個 TGS 2017活動。個6星卷應該都唔會十分之難攞嘅，除非你想新年流流俾人爆谷嘅啫。呢個就係所謂嘅第一層啦。OK，個分離 X 係冇彈跌噶。OK，大致上係咁啦。話咁快翻到嚟呢度啊！第二層鋼鐵湖。蘇鋼鐵湖大家唔使講都知啦，肯定係水啦，就我記得入邊都係空溜溜嘅。OK， 為咗示範下，我決定帶逆屬性入去啦。我帶火入去啦。追憶之塔前2層都覺得好良心啊，但係由於第3層係亡命土啊，將會係由我主號開始打啦。依家由於頭先我主號試水溫嘅時候，我仲未正式錄影，所以第2層過後一律將會係我主號開場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係個輕鬆嘅程度係十分之OP 噶，基本上你唔好話我而家帶黃金隊啊，呢就是但帶啲，只要有所謂有啲暴力傾向嘅友情技，都係好輕鬆噶啦。6星卷攞到咗之後，應該都冇拍片噶，因為最近我個主號係禁拍片噶啦。至於會唔會幫細號攞嘅話，必須要睇下究竟嗰10層究竟有幾恐怖。OK， 話咁快就 KO 啦，so OK，so 跟住落嚟嘅第3層將會係主號開始爬。so 唔好講咁多廢話先，第3層亡命套。風扇喎，開始有風扇咗喎，應該冇大礙啩，區區風扇，我唔信我會死。
咦咦，對唔住大佬，我知錯啦。除咗風扇之外，好似冇啲咩奇葩嘢喎。應該第三島淨係要估風扇啫，同埋基本上個網應該都係豆腐花嚟啊。係喎，個網係豆腐花個豆腐花喎。應該結束㗎啦，咁都吹到 KO。OK， 呢個就係第三樓啦。係返到你呢度係第四層啊，鷹啊，鷹即係暗屬性嗰個鷹啊。睇下入邊有咩符 fit 先，希望入邊係空溜溜啊。今次怪誕都算係有良心啦喎喂，前四層係真係冇乜嘢吃重重噶喎，感覺上啊。但係後邊係咪鑊鑊新鮮鑊鑊金係真係唔知啊。重力啊！我開始見到有重力呢啲堅嘢啊！哇！識出斬擊㗎？你喂大佬搵食啫，唔好，我知錯啦。我唔會信你跌鷹嘅金蛋俾我啊！蘇第四層鷹係重力啊，但係感覺唔到個壓力啊，應該都係豆腐花嚟啊。shit！ 輕輕鬆鬆，快啲入皇關啦喂！係喎，好求其又咁轟咗佢一紮血啊！如果你會問點解我打多斯都唔打阿瑟咧？
冇點解啊，中意打阿多斯啊！阿多斯型啊，戴個帽啊，阿瑟冇戴帽啊。孫悟空靚位，孫悟空靚位。KO OK，呢個就係第5層嘅打法啦。喂 shit， 係第4定第5、第4？所以翻到嚟第5層啊，宙斯啊 ，Zeus 啊。傷害壁啊！我見到嗰條女啊，但係嗰個酷刀會唔會來得滯啦嗱？求其就 perfect 咗啦，又係嗰條女，硬係覺得冇咩殺傷力咁嘅啲關。噔，哎，輕輕鬆鬆。咦，我唔係行緊歌嘅咩喂？呢個就係所謂嘅第5層啦。第5層搞掂，係而家翻嚟係第6層，白雪公主。冇逼我一個阿多斯用到尾嘅，唔好啊你。黑洞啊！白雪公主係黑洞啊！我見到嗰架渣古啊！睇嚟呢場都有多少食力喎！個渣古如果係一鋪一次，我成班好似得個八子鳥係唔驚嘅啫喎。個渣古都有多少硬淨啊 ？OK， 睇嚟感覺上阿多斯開始有啲乏力啦。咦？呢個咁似紂王咧？點解紂王會出現喺度啊？紂王唔係幫妲己嘅咩？關白雪公主咩事啊？哇！有蘇生㗎！
所以大家打呢關之前記得調黑洞添啊！所以好似我依家係舐緊嘢噶啦。咦又冇喎，一粒就俾我 KO 喎，可以見白雪未啊？未喎，仲未可以見白雪喎。好彩嗰隻白紙鳥係唔驚黑洞嘅啫，如果唔係我都頭暈啊！佢嘅蘇生係無間斷噶，大家注意下啦。佢嘅蘇生係無間斷噶。火力強都好重要啊！唔好好似我咁帶啲搞笑隊入嚟啊！相信下一關應該唔會比我好過噶啦。第6層開始有啲食力嘅感覺，咁先有爬緊塔嘅 feel 啦嘛，大佬！你下下都俾我咁易，我終於見到白雪啦！好彩阿多斯嘅位靚啊！瀨嘢！阿多斯加油啊！哇，個黑洞嘅位係固定嗰排啊！我天團女係廢咗啊！哇，仲有空襲機添，俾個白雪走咗先，俾你帶到個渣古先。好彩啲豆腐都腍嘅啫。OK， 有啲意思啊！冇諗到第6層開始又咁堅啊！如果我冇估錯，剩翻4層應該係羅密歐、愛麗絲、比爾夫同埋盧西。好，阿多斯靚位，只要個黑洞冇干擾到我嘅位置，我應該可以俾 KO 啊！搏啦，搏去送去阿多斯嗰度啊！加油啊，戰士！加油！俾我去到阿多斯嗰度，你又死！好，爆技！銀河默示錄，好收工！哇，險勝啊！好後悔冇帶黑洞入嚟啊！大家好啊，嚟到第7層啊，係羅密歐啊！開波！打埋一場我都要休息噶啦，因為體力唔夠噶啦，我主號特登爆洗回體力好似唔係好符合經濟效益啊！都係休息下啦。如果大家要睇第8、第9、第10嘅話，俾啲時間我啦，我夜啲等我自然回體之後，我會繼續打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係地雷同埋鎖技怪啊，呢一關嘅精華。Cammy 係帶啱咗嘅，至於其他嗰啲就有啲食力。同埋我嘅宮本神係應該係嚟運，其實我宮本神係嚟過日子嘅啫，仲係進化嘅宮本神。咦，莉莉絲喎 ，OK。
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基本上有呢啲 Cammy 呢啲偶情比較兇狠嘅喺度，基本上係瞬間豆腐花系列鎖期啦。好彩冇事，執翻個靚鞋先。OK， 上嗰個隻唔急嘅，當草技啊。哦，奶屎，我錯了，原諒我。羅文歐喺邊度？羅文歐出嚟，夠薑你又出嚟，唔係喎，水碟喎。Cammy is the best 啊！點解我主號冇 Cammy？點解？點解你俾我3隻 Amica？ 喂，唔啱路啊！喂，羅文歐咧，喂，要隔咁耐先見到羅文歐啊！Oh shit！ 我見到地雷了。基本上地雷一粒都係2000幾嘅啫。如果你唔驚嘅話，你可以硬食嘅。叮叮叮叮叮。羅密歐係時候出嚟啦啩？仲係惡魔版嘅添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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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南京特意好暴力啦，佢梗係就係一個暴力版嘅龍媽，友情技又勁，大技又勁，咁係毫無點可以挑剔㗎啦，除咗單反之外。好，撤離。哦，斜雞睇鍋。哇！羅曼歐親自派地雷啊！OK， 羅賓漢係你發揮嘅好機會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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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收工。好，蘇羅密歐注重地雷得㗎啦，大致上係咁啦，80-90俾啲時間我啦，多謝大家。